喺呢度啊，你可以嘗試各種水果蔬菜搭配夾住烤肉嚟食。好好食啊！唔怪之得嗱，玩齋中國嚟到都覺得佢正啊！呀哈 B B 嗱，一般咧你見到咁大個廚房喺度明檔現切肉，跟住又撈啊又稱咁樣，你會以為肯定係食潮汕牛肉火鍋，又或者係粥仔火鍋啊！但係唔係啊，佢哋呢度居然係食烤肉㗎！就係呢間最近好火爆嘅謝記大叔烤肉，開到嚟新塘啦，一開業就非常火爆。佢哋嘅所有肉類咧都係新鮮原切現落單現拌嘅。你們這些牛肉都是按兩稱的，是不是？那一般一份是點1兩還是2兩？2兩起點的。咁幾方便喎！你睇下佢吊龍雪花肥牛呢啲咧，全部都係11個8一兩，然之後咧2兩起點。豬肉嘅話咧係5個8一兩咋，好啱我呢啲屎忽鬼啊！咩都想試下，但係咩都食唔多。喂，而且佢2兩肉嘅份量真係唔少啊！你睇下佢哋啲肉啊，肉質真係好靚㗎，你未烤你就會流口水，好想烤嚟食啊！只要啲肉係夠新鮮夠靚咧，烤熟之後點少少調料就已經好好食啦。夾住菠蘿蘋果食，清新解滯。苦瓜好神奇，你就咁食佢，佢係苦嘅。夾住啲肉啊，你整檸檬茶苦瓜就唔苦㗎啦。建議直接團購佢哋100蚊都唔使嘅套餐，2個人夠食㗎啦，超高性價比，出乎意料咁好食嘅烤肉店，一定要去試試啊！喂，好似唔記得點關注喎。